启示录第11章。那么继续来看一个册一个意象个吼，这意象是对第10章到11章14节11章咱要分2段来看。头一段就是对第1节看到第14节，第2段对第15节看到第19节所以咱来看第11章第1节到第14节哦。圣经安尼讲。有一支位啊，落位赐予我，当做牛犊的乖，而且有话讲起来，将上帝的殿甲祭坛并伫殿中礼拜的人，拢牛一牛，只是殿外的院要留落，唔免牛，因为这是互外邦人的，因要迁达。生成42个月，我要互我迄2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日，因就是迄2张橄榄手，2个灯台立伫世界的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因，就火对因嘴中出来，消灭受敌；凡想要害因的，就立刻安尼受害。这2个人有权柄，伫因传道的日子叫天内无落雨，各权柄叫水变做血，并且有法通随时随意用逐款的灾厄攻击世界。因做完了见证的时阵，迄个对无对起来的手立刻甲因交战，并且得胜，将因杀落。因的尸首就倒伫大城的街顶，这个城按照灵语叫做索多玛，佮叫做埃及，就是咱因的主顶12架的所在。对国民、国族、国空、各国中，有人观看因的尸首3日半，我无准将尸首徛伫坟墓内面，踮伫地上的人就为因欢喜快乐，互相送礼物。因为这2位先知捌叫踮伫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3日半，有生气对上帝遐进入因的内面，因就徛起来，看见因的人真惊。2位先知听到大声音对天顶来讲，对因讲：上到遮来，因就坐了云上了天，因的受敌也看去了。正伫个时阵。对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为地动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拢惊吓，归荣耀给天顶的上帝。第2样的灾厄过去了，第3样的灾厄得要来到。所以伫第10章，咱看到伊看到2个异象，头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位天使，带领的天使，手内面有一个册管。然后伊就叫约翰去，伊就叫伊食，就将这个册管食落去，食了喙真甜但是腹肚发苦。然后这位天使就搁再跟约翰讲，你继续来发预言。伫第11章，咱看到有另外一个见证有另外一个异象就是伫有看到2个见证人，伊讲挪威雨挪威互伊要来酿要叫伊来酿。挪威就是生长伫约旦河约旦河边头有一款的植物伊管伊一支咱摘咧真管有差不多15尺第一管是15尺到20尺伊的茎是空的但是这个是真勇所以有的人用这个干那做伊的乖来行路但是伫圣经内面常常用芦苇也是来做驯牛的这个尺寸来驯牛亲像伫启示录21章咱后摆若看到启示录21章的时阵天使将一支金色的芦苇当做尺伊要来酿什么酿新城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城
甲城门城墙啊，伊个是伫21章啊，伫信天信地的时阵但是伫11章啊，咱看到天使伊就欢呼，伊来欢呼约翰来牛啊，约翰来牛啊，所以约翰到底伊要牛什么呢？伊要牛什么呢？伊要牛上帝的殿有3方面，互伊牛有3方面。头一个是上帝的殿，伫这个上帝的殿是伫地上是地上咱看到较早的时阵有约翰有看到伫天顶上帝的殿开门但是即阵伊咧讲的这个殿是伫地上的殿因为伊第2节有讲到讲外院。外院就是嗰只外邦人的院要放互外邦人，所以若伫天顶的殿无一个什么无外邦人伫底无外邦人伫叫。那圣经内面圣殿有讲到有至少有5个圣殿头一个圣殿就是所罗门王伊所起的头一个圣殿咱若看一张图伊有2支真大支的铜用铜创的这个条伫门口当然这个圣殿伊伫外面有一撮水手的盆有一撮盆，但是你若看伊内面你若按遐掠来这个是叫做中草，这个较大的是叫做圣所这是圣所，所以圣所是这是才有法通掠去百姓只有伫外面来敬拜圣所这是掠去然后伫倒边这个是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孤单这是才有法通掠去所以伫至圣所内面有2个真大的基路伯然后伫基路伯的中间有刻什么玉柜有刻玉柜所以一年一摆大祭司伊就摕着火掠去至圣所内面来叫做来奉献还是赎罪日的时阵才有法通掠去所以这个是头一个圣殿当然头一个圣殿所罗门的头一个圣殿伊伫586年的时阵主前586年巴比伦来的时阵就来毁灭这个圣殿咱知影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巴比伦王伊有3摆来攻破以色列头一摆是605主前605将但以理甲一家人伊的朋友然后甲以色列来犹太有一家人掠去巴比伦然后第2摆是597年伊阁再来攻破一摆第3摆就是586年主前586伊就将这个圣殿规个按遐来毁坏所以毁坏了的时阵按照圣经的预言就是70年了后因会阁归回这是耶利米伊按遐有讲到70年会归回所以现在第70年了后就537年所罗巴伯就头一摆甲以色列人因就倒去到以色列队因就开始重建第2摆的圣殿这个圣殿有法通讲是归回的这个圣殿是所罗巴伯按遐来起的当因圣殿咱若去看小先知咱看到讲圣殿起来的时阵大家人看到真欢喜甚至还较侪迄就是讲有看到这个所罗门的圣殿的人因看到的时阵因一方面欢喜一方面流目屎干那流目屎因为所罗巴伯所起的圣殿无法通甲所罗门所起的圣殿相比所罗门用真侪金银铜铁按遐来建造但是到所罗巴伯的时阵这个是较水这个是叫做所罗巴伯的圣殿但是这个圣殿伫
168年啊，就是主前768年啊，有一个叫做安提阿哥四世啊，安提阿哥四世 Antiochus the Fourth Antiochus the Fourth 迄个时阵这个伊是伫埃及咧做王啊，所以伊就来毁坏圣殿当然伊毁坏无完全，毋是讲说该创派伊乃是伫迄个圣殿的圣坛顶面的祭坛顶面伊创啥呢？伊干伊种猪就是猪该奉献咱知影以色列人对猪看法，这个是讲真歹的这是无洁净的，所以伊因为安尼就是来污秽圣殿落尾当然以色列人搁该将圣殿都该洁净然后有奉献所以这个圣殿真水但是到差不多主前60几年主前63年的时阵这个主前63年的时阵这个罗马帝国按遐来赢过来侵入所以侵入以色列的时阵这个希律王伊就开始来建造是讲说将这个所罗巴伯的圣殿该扩大该扩大，所以伊就开始来创真大，所以到什么到63年主后63年才完成咱会记得伫约翰福音主耶稣曾经跟百姓跟犹太人讲伊讲恁要毁坏这个殿3日了后我要建起来所以伫约翰福音记载迄个犹太人就讲咱这个殿已经起46年了你要怎啊伫3日内面按遐来重建起来所以这个是第3个殿有法通讲是是用个什么伊所创的这个安提希律王按遐来起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有法通讲是变真大，所以又叫做圣山还是叫做圣殿的山，英文是叫做 Temple Mount 就是唔但圣殿的所在就是伊的四周围伊创真宽真大我欠在咱会阁看到一个物件，所以这个是第3个殿但是这个殿伫主前70年就是主耶稣受钉十字架了的30几年主后70年对不错，是主后70年的时阵提多将军就搁再将这个圣殿给毁灭所以亲像耶稣所讲的无一块石头贴伫一块石头顶面所以这个第3个有法通讲这是希律王修殿的殿按遐就毁坏了，毁坏对迄粒起以色列到现主时圣殿无搁再起来，圣殿无搁再起来甚至伫135年的时阵主后135年罗马政府就将以色列人该遣配出去意思什么以色列人无法通搁入来踮伫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人就分散伫世界各国家，所以有法通讲对135年因就真做叫做什么亡国咯，以色列无搁再真做这个国家。但是咱知影历史伫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搁开始复国复国到即阵虽然伊复国到即阵但是伊的圣殿也搁无法通建起来，有一个真重要的日期就是当以色列因复国了后随隔日随开始征战就是甲阿拉伯的这些国家来征战但是因结赢
另外一个真重要的证件啊，就是伫1967年叫做 Six Day War 啦，6日的战争啊。所以伫6日的战争的时阵啊，以色列将以色列的军队将几个以色列国摕来甚至包括戈兰海峡，就是戈兰的什么高原然后伫北边就是这个西奈半岛，这是埃及的伊拢总摕来但是更加重要就是几个以色列是搁这耶路撒冷的城的东边的城，因也是摕着，因为因较早的时阵当因独立的时阵耶路撒冷的城因也有摕一半迄一半是伫这个叫做约旦人的手中迄一半是叫做圣山是伫遐，是圣殿的山伫遐，就是圣殿的所在也是伫在约旦人的手中但是67年的大征战的时阵因规个收回过来，念一个叫做 Temple Mount 就是圣殿的山。当因摕到的时阵，因真欢喜因就开始这个摩西大演咱会记得迄个叫做将军伊面伊目睭若有一目呢迄一目用乌布盖咧因有一拨人就去这个 Temple Mount 就是这个圣殿的山，就去甲伊量因知影圣殿伫迄个所在但是正的所在伫倒啦，因唔知影，但是因该量量了的时阵经过差不多1礼拜还是经过1个日的时间了因就将干原在将这个所在交互这个什么阿拉伯人来管所以到目前以色列几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管只有一个圣殿的山唔是因管所以唔是因管是阿拉伯的人管干哪只因为伫这个所在有阿拉伯这个真重要的这个什么清真寺清真寺这个 mosque 伫遐但是第四个点咱有法通圣殿讲伫大灾难的时阵的时期会起来咱怎样知会起来因为圣经有讲伫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0到40伊讲人无管用什么的方法恁总唔通互因游遐因为迄个日子以前这日子就是讲到主耶稣要来的日子以前的确有离道反教的代志就是有真侪人有一个离开主的代志发生并且有迄个大罪人大罪人就是一定轮会惊显露出来，这就是咱所讲的什么敌基督伊是伫当主的交代家己超过一切称为上帝甲一切受人敬拜伊甚至坐伫上帝的殿内面自称伊是上帝所以既然伊要自称伊是上帝的时阵伊阁坐伫上帝的殿内面意思是上帝的殿伫将来在世会起来伫将来会起来这个是叫做大灾难期间的殿然后伫圣经内面以西结异象当中又看到这个圣殿这就是伫以西结40章到48章这个有人讲这是叫做千禧年的这个圣殿所以这个圣殿甲头前的这圣殿会甲无相同这个是应该画出来的这个图画出来的图所以这个圣殿甲我讲这个有人讲这个是千禧年的时期那千禧年的时期了后的时阵是进入永恒的时阵那进入永恒伫新天新地有圣殿无有圣殿无
你若看21章、22章啊，就讲无搁再有圣殿啊，干啊？因为上帝啊要做人的殿啊，因为上帝本身要甲人三合地底啊，要甲人三合地底啊，所以头一方面啊，咱看到叫伊来叫天使啊，伊就叫约翰来量圣殿啊，第二是量这段这段这段伫圣经内面讲17之半这是伫但以理书啊，第7年的一半这个特基督伊的确图即跩献祭的代志要指煞，就是讲伫坛顶献祭的代志啊。但是上帝叫伊来量叫伊来量第三要量什么要量礼拜的人要来量礼拜的人咱若讲到上帝的殿要量咱知影有尺寸通量这段有法通量但是礼拜的人咱要怎来量要怎来量你若看第1节伊讲起来将上帝的殿甲这段并伫殿中礼拜的人拢量一量殿中礼拜的人意思这个动词是讲正咧礼拜的时阵正咧礼拜的时阵，但是你要怎量礼拜的人其实这量的意思所以咱袂做咧用什么用字面的讲量看卖看是偌大汉还是几尺几寸毋是乃是讲因对象因的敬拜的时阵，因的心态是怎但是伫遮较重要就是讲因量这三项圣殿量坛甲量礼拜人，要互人知影这个圣殿上帝也阁是照顾，上帝圣灵拢是属伊的拢是属伊的，伊袂按遐来放杀伊袂放杀所以伫刷落去伊第2节伊讲什么只是殿外的外院拢要流泪毋免量这个是什么流泪流泪的原文意思是什么你是该放杀外邦意思这是外邦人的所在伊讲你咱若知伫圣殿内面有敬拜有这个什么外邦人的敬拜的所在伊讲你毋免阁量因为这个我要该放弃了要放杀什么意思意思讲伫当初伫将来上帝要将外邦人就是放杀看哪要放杀因为有影上帝宽容因宽容人来相信伊但是上帝的宽容有限度的到启示录咱会看到咱若直直看落去做点伫世界的人还是外邦人因的心真义所以因无要相信主的时阵上帝无搁再接压纳因因为上帝要压纳什么要压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所以伫遮我看讲可能看讲圣殿有分做4部分分做4部分伫中头这个有叫做圣殿的内院伫内院是伫这个建筑物的内面分做2方面一个是圣所甲一个至圣所怎么咱有想法看到但是伫这个圣殿这个建筑物的头前这个规个较大的是叫做圣殿的外院外院内面有一部分是叫做女院意思是什么妇人人女的到我家内面到我家里那男士有法通进到较内面淡薄但是无法通入去内院但是较重要是这个圣殿的外面有叫做什么外邦人的院所以2边有叫做外邦人的院所以外邦人但是因要信上帝因伫外邦人的院按遐来敬拜这是耶稣时代的这个圣殿这个有法通讲是希律王伊将圣殿创真大了所以变有一个外院然后
伫北边哦，你看伫顶面哦，有叫做安东尼安东尼的影楼又搁创一个影楼，然后伫南边哦伫咱这个云母的下面哦，咱看到有一个所在，互工会的人做一个啦所以这个是新店哦，有法通会分会分做四部分个然后敢若是咱要互外邦人咱无要让这个无要让这个外邦人的意因为圣经讲敢若因要吞达圣城42个42个日子，这是第2节啦敢若咱吞达42个日子，42个日子是等于3年半 ，OK， 大概等于3年半个。所以伫圣经但以理书第8章的时阵，个吼13、14节有讲过。伊讲我听起有一位圣者讲话，搁一位圣者问迄位讲话的圣者讲，这个除掉上显的小罪甲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甲君理吞达的异象，要到什么时阵才有法通应验呢？伊就对我讲，要到2300 2300日，圣殿就立刻洁净了。所以伫但以理书伊有讲到敌基督来的时阵3年半，伊要开始什么？要甲以色列立和平的约。但是3年半了后的中间3年半7年的中间个，伊就要除掉上显的这个罪个。但是伫第8章的时阵伊讲到有2300日啦。什么是2300日你若看2300日你若分30是差不多6年半，6年个差不多1/3啦所以这个到底甲这个42个月有关系无？有关系无？其实伫但以理书伊咧讲到圣殿受毁坏，还是讲圣殿受污秽，是讲到第100伫主前所发生的代志啦主前差不多163、164年所发生的代志这个代志是什么代志呢？就是昨晚我有讲就是这个 Antiochus the Fourth 安提阿哥第4世因为伊是咧甲叙利亚是伫以色列的顶面北边因是伫以色列的南边埃及咧做用所以伊常常咧甲北边咧拍战拍来拍去个，有时阵北边会赢个，有时阵因南边会赢。但是伫这个时阵171年的时阵个伊去讲这个北边的个，伊讲了伊输啦，所以伊输的时阵当伊倒来的时阵伊真生气个，经过以色列伊看到遮以色列人继续来敬拜因的上帝所以伊就按遐来逼因甚至来污秽圣殿所以是对那历史学家讲是9月171年主前171年伊就开始和这个圣殿因按遐用地来献祭甚至将这个像这个叫做什么油像甲伊设立伫圣殿内面然后伊讲以色列人讲恁袂做你个干恁袂做你个敬拜袂记你个敬拜所以这段的期间以色列有这个祭司有这个祭司伊就爬起来反伊反的时阵伊就甲伊一个囡仔起来反这个人所以因有这个叫做征战搁再来战差不多120年的时间120年的时间到12月165年对171年到165年就差不多6年甲出6年甲出的时间这个安提阿哥伊死去了伊死去所以伊死去了后因就开始将这个圣殿加什么清理啦加洁净圣殿然后因来行奉献礼啦所以行奉献礼的时阵
这个就是因的节期啊，叫做汉努加啊，汉努加啊，咱中文啊有诶该翻译做修典的节期啊，有诶该叫做光明的节期啊，啊，因为因啊将圣殿创了的时阵，清了的时阵啊，因就点蜡烛啊，家家户户拢点蜡烛啊，啊，这个所以因就开始啊。这个节期啊，因就开始来跟他来修啊，所以这个节期啊，通常啊是咱的咱的12月啊，啊差不多11月中到12月中啊，啊这个日内面啊，其中的一礼拜啦，所以普通哦，这是圣诞，咱所讲的圣诞节的前后啦，所以伫圣诞节的时阵啊，你看到以色列人啊，因也是咧庆祝啊。所以有的人会讲说哦，因咧庆祝圣诞哦，其实以色列人因无咧庆祝圣诞啊，因为因无接受，还是因无承认主耶稣做救主，所以因才是袂庆祝耶稣的诞生。但是因咧庆祝哦，就是咧庆祝啊，这个叫做什么啊？光明节啦，哈努加啦，啊，咧庆祝这个哈努加个吼啊，哈努加啊，所以这个第8章。开始啊，但伊哩的第8章，其实伊是咧讲2项代志啦。一项啊是甲在骨甲棍但伊哩，但是但伊哩伊咱讲这有言的时阵啊，是主前500几年啊。但是这个这项这个叫做光明节这项代志啊，是加差不多300几年啊，300-400年才有啊。但是伊这个有言啊。有缘有缘啊，到将来啊，这个叫做敌基督的代志。我唔知恁会记得袂啊？我较早有互恁看到讲，以色列还是讲先知啊，因啊看有缘的时阵啊，伊是看咱像2座山，你按远远看的时阵啊，这2座山看咱像是干呐合做一个，所以因会将这些有缘啊来当做一项落去讲啊。但是啊，咱啊慢慢啊，直直愈近，咱会看到讲，哦，原来这2座山，唔是一座啊，是2座啊。中头干呐有真深的这个什么啊？有一个隔离啊，有一个山谷啊，所以有时间性的。所以，但伊你咧讲的这方面啊，是伫主前164年、65年发生的代志啊。另外一方面啊，是伫末后的时阵啊，末后的时阵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末后的时阵啊，要起这个圣殿啊，然后伫圣殿内面啊，因有缘要来亵渎圣殿啊，因为干呐，敌基督伊要坐伫圣殿内面啊，伊要自称伊是上帝啊，爱人按遐来拜伊。所以，因为安尼啊，咱相信啊，伫这个敌基督起来的时阵，还是讲这7年大灾难的时阵啊，以色列对啊，这个圣殿啊，要过一摆起来啊，要过一摆起来。但是到目前无法通起来，干那无法通起来，因为有一个问题啊，头一个问题啊，是伫以色列啊。这个叫做 Temple Mount 啊，这个圣殿的山顶面啊，有一座什么？你看到这个真金的无？这个就是叫做 The Dome of the Rock， 有的人是叫做岩石的圆的顶啊，的清真寺啊，这个是滚的啦，这个是叫做 Western Wall 啊，还是叫做西墙啊，还是叫做西墙啊，还是叫做口墙啊。这口墙啊，其实是规个圣山，还是叫做圣殿的山的一部分啊。所以你若安尼看起来啊，你看到讲说啊，这个叫做圆顶的伊顶面啊是圆的这个清真寺，伫遮，然后口墙伫这个所在，所以这个规个这个所在啊，规个围墙起来，这个规个是叫做圣殿的这个山啦，圣殿的这个所在啦。目前个龙较早时哦，这个墙哦，有4方面皆有墙啦，但是路尾个墙无去了啦，
孤单久的墙哦，就剩一个叫做口墙啦。我唔知你捌去这个所在无？個以色列你若去揾的時陣，你去這個口牆啊，這個哦就是這個叫做 Dome of the Rock 啦，這個 Dome of the Rock 哦是回教徒第三個最第神聖因的清真寺啦，即係第三頭一個是倒啦，頭一個咱知是佇美加 ，OK。伫沙特阿拉伯的美甲，迄個是頭一個，對在最重要的。第二個是伫美迪納，美迪納就是這個穆罕默德因的先知所在啊。第三最重要就是這個伫以色列就是伫這個伫耶路撒冷啊。所以既然這個物件佇遐，以色列要怎啊來起來啊？所以最近這20-30年來常常佇以色列隊有迄款什麼真大什麼張力真大的張力tension因為有一個以色列人叫做猶太教的人因強要去迄個所在要將聖殿給建起來但是這個回教徒講袂做的所以因無允准因伫個所在所以你伫迄個聖殿山的頂面你袂做咧按遐祈禱你袂做咧按遐唱詩歌攏總是袂用的以色列袂用的然後以色列人也是真罕時爬去迄個所在啦，干哪？因為以色列人因對聖殿存着一個敬畏的心，所以因唔敢去遐行，驚因去踏到什麼至聖所，因為至聖所是孤單大祭司做法通掠去內面因為佇至聖所內面有上帝約櫃，是上帝同在的所在。現在是這個聖殿無咯，所以因若行唔到，若去踏到要怎啊？若掠去個至聖所原來至聖所的所在，因要怎啊？所以真多以色列人唔敢去遐去隨便行啦，唔敢去隨便行所以你要起起來時陣你就將這個物件可以無起要怎樣無起呢？這個是變一個真大的問題啦，這個是真大的問題個但是有人講，伊去有人就講說有可能這個怎麼樣會去毀壞啦，佇將來欠彩是大隊彈會毀壞，欠彩是因為征戰戰爭的時陣無條依個再去炸破，所以以色列就有法通起來這個是當然這個是猜測的但是有人去看這個就是耶穌聖的時代聖殿的這個所在你看到聖殿佇這個中頭聖殿佇這個中頭佇這聖殿的下面這個是外邦或者什麼外邦人的所在然後有人去看伊講這個是聖殿的所在這個金頂這個是佇遮你看到無？所以伊佇聖殿的邊頭伊講有一個人去研究伊講有26米26個metro的遠所以以色列人因將聖殿起起來時陣起佇原來的位置袂擋到這個物件啦會個幫咧，所以伊就是講佇聖經內面伊所講的什麼重點是伊講殿的外院你唔免閣去量，因為這個是要予外邦人的所以有法通起聖殿唔免去插這個物件啦，所以因外在佇遮來敬拜但是因就無向所以這個就是講到當然這個是猜測但是以色列當因復國了特別67年因退掉這個聖殿的山了佇以色列就開始有一個叫做 Temple Institute這個叫做聖殿的學院，所以聖殿的學院內面因就開始來
训练来备办做要做这事的，所以因必须要去找讲谁是利未支派的人，谁是亚伦支派的人，因才按遐来读册，按遐来学习要怎样做这事。伫2000年阮有机会通甲咱教会的这个叫做什么 Couples Fellowship 夫妇团契的一家人，我去以色列去问去以色列后摆你若去以色列有一个所在你着去你着甲导游甲查公咧，甲伊讲你要去迄个所在，因为迄个所在毋是逐个人有法通去导游着去，因着去请啦。这个也是就伫考场 ，OK 考场的边头你有法通落去伊的下底啦。这个是叫做地下室因叫做 Hasmonean Tunnel 啦。这个是伫考场的下面你有法通掠去行啦。所以阮迄阵去毋知啥有创，所以阮有掠去迄个 Hasmonean Tunnel 的下底你若掠去下底到一个所在迄个导游会甲你讲一阵咱所徛的所在离知星所是最底近的离知星所是最底近的。当然有墙围咧，你无法通去但是伊讲这个是最底近的知星所这个所在所以这个哈斯曼人他那个你掠去的时阵阮伫遐的时阵了有一个甲阮讲解啦，一位姊妹甲阮讲解伊差不多20-30岁无。当伊讲了的时阵伊就讲到这个 Temple Institute 圣殿的学校因咧创作物件所以阮就问伊啦，我问讲说请问你是属于什么族的以色列12支派，你是属于倒哪一族的伊就甲阮讲迄阵叫做什么？隐性的讲，伊讲我是属于利未的支派。我讲你怎啊知影你是属于利未？原来因影响的叫做 DNA 因去测啦，OK， 因去测所以因隆重创了啦，连迄个灯台有一个真大的灯台是一个人捏，嘛说真大的是摩西的时阵，因创翻大的因照迄个尺寸已经创了但是有一项因创袂来啦，因为圣经讲伊迄个是用金创的啦 ，OK， 用纯金创的但是你若隆重用金创的真软啦，徛袂在啦，所以因就该揢淡薄一个物件揢落去伊才会徛会在啦。所以讲毋是完全的金，伊讲是99%毋是23K，是伊讲是99%错。然后较重要因即阵咧册是个叫做红色的牛犊啦，你就因着有一只全红色的牛犊袂做你有白的毛还是有黑的毛，就完全红的然后因再来献祭，再来烧了伊的皮肤是用来做什么？做要洁净的啦。所以因咧找因咧欠用一个物件啦。当然有几个讲法是讲，现在是伫别个国家，因有开始咧饲啦，咧饲一款的牛拢种红色的。但是真艰苦，真艰苦。老尾听说讲，看咱村因已经有摕到一只咯所以因也过来饲所以伊这个也无爱互人知，徛伫倒楼惊人若该拍死的时阵，伊就无法通洁净另外一个讲法是讲当以色列是讲伫旧约的时阵当586年当这个圣殿受毁灭的时阵圣殿内面这个玉柜无去咯，找无所以伊讲是摕去藏因讲是摕去藏到圣殿去了的时阵这个玉柜会阁找着毋但会找着玉柜会找着这个金管一个管是用金创的内面
就是有一个红牛毒啊，会下附伫地啊，会阁测着，所以若测着啊，因才有法通干啊结真侪圣殿。当然，因侪是按遐咧比办啊，但是啊，就是讲伫特基督的点钟啊，会用42个月3年半来传达，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3年半落尾的3年半，因为咱会记得啊，头3年半，特基督会甲以色列人啊立和平之约，所以会互因什么？建这个圣殿啊，会互因有敬拜的物件隆重有啊。到3年半的时阵啊，这位特基督啊就开始反口啊，伊就入去亵渎圣殿啊，伊家己去坐咧圣殿内面啊，要做上帝啊，爱人来敬拜啊。当然以色列人袂敬拜啊，就按遐来逼迫以色列人啊，甚至这个圣殿啊，会按遐受污秽啊，42个月。所以有人咧讲啊，欠在进入千禧年的时阵，这个7年的大灾难了后啊，就是千禧年啊。所以伫千禧年的时阵啊，咱看到以西结书会讲啊到伊另外一个圣殿起来，所以真有可能啊，这个伫大灾难的圣殿啊，会规个该冲破啊，干啊，因为已经污秽了，已经暗脏了，所以因重新过去啊。当然，这个是啊，咱唔知影，这个是解经家有咧讲的啊。所以咱继续来，咱看啊，了又有两个什么两个见证人啊，这两个见证人啊是谁啊？真侪人爱问看是谁啊？所以有几个讲法啊，头一个啊，讲伊是以利亚，干啊，因为圣经有讲啊，伫马太记书第3章讲，看耶和华带你可畏的日子未来到以前，我特刻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遐去啊，伊特刻互老爸的心转向儿女的心转向老爸，免得我来救助全辈啊。所以讲啊，应该啊是以利亚啊。第二啊，应该另外一个啊，应该是以诺啊。看哪那以诺啊，伊无经过死亡啊，对吧？上帝甲去伊就无伫地咯。以利亚伊也是无经过死亡啊，上帝啊用什么？伊坐魂啊，就去到天堂。伊讲，所以这两个无死的啊，伊会阁再来啊，把他干啊，因为3年半了后，因会受台啊，所以因至少嘛着经历着什么是死啊？啊，这个是来讲法啦。第三个讲法那是讲啊，其中一个应该是摩西啦。当然那摩西啊，因为圣经讲啊，伊讲因有官兵啊，头先叫天啊，无落雨啊，上伫旧约啊，上啊先知。有叫天无落雨，以利亚，然后第二讲有官兵叫水变做水啊，这个是摩西啊，所以有人讲哦，应该是摩西甲以利亚搁另外一个讲，敢若那是摩西甲以利亚，因为伫马太福音啊，伫登山变相的时阵啊，耶稣变相的时阵啊，有摩西甲以利亚甲伊讲话啊，所以有人讲是伊啊，但是咱唔知影看是啥啊。但是咱知这两位啊，伊是叫做什么？见证人啊，见证人啊，伊的英文啊，是叫做 martyr 的，就是殉道者的一个字啊，这个字啊，因为为主按遐来殉道啊，为主按遐来殉道，因是什么？咱看到因穿什么？因穿油门的门的衫，油门的衫。但是这个洋门的这个门的衫原文啊是叫做伊原文啊是叫做麻衣啦、麻衫啦以色列地是咧穿麻衫，就是悲伤的代志的时阵啊，有人过身的时阵啊，因就是咧挂叫做穿这个衫，意思因是什么？因伫遐悲伤啊，因哀悼啊。悔改啊，所以爱讲说人着悔改。这两个见证人啊，因3年半的时间啊，所以有可能，真有可能啊，就是这个特基督啊，伊开始甲以色列人立和平条约的时阵啊，因就开始来
做见证啊，为主做见证啊。所以人若要害因的时阵啊，对因喙内什么啊有火啊，会甲因烧死啊。所以无人有法通讲因啊。但是到3年半了后啊，敌基督会来啊，会将因该干啊，该杀死啊。所以因会杀死啊。因死了后啊，圣经讲什么？因死了后啊，伊的尸首啊，因的身尸啊，就按遐互人看3日半的时间，无该埋葬。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啊，这是真大的羞辱啊！因为伫以色列人的观念内面啊，这个人若死了后，历史小时来啊，就该安葬咯，啊，就该安葬啊，所以因无该安葬啊，甚至乎逐国、逐民、逐族、逐乡的人啊，拢总的人要来看伊的尸首，伊的身尸啊，来看因的身尸啊。然后圣经讲啥啊？你若看真趣味的一项代志啊，因就欢喜快乐伫第10节啊，点伫地上的人就干啊，为因欢喜快乐，互相送礼物啊！这个是咱什么啊？咱的圣诞节啊，大家也欢喜啊，大家伫遐来庆祝啊，甚至交换礼物啊，送来送去啊。但是干哪是因啊欢喜啊？因为这2位先知啊，把焦点伫世上的人受痛苦，因为因所讲的道啊，按遐刺插因的心啊。因当因要来害因的时阵啊，因都受害，所以因就欢喜。伫启示录内面啊，伫这7年的大灾难内面啊，孤单伫遮讲啊到因欢喜快乐啊，其余的所讲的啊，是真艰苦的代志，但是因遮欢喜快乐个是因为干啊，上帝的见证人按遐受害啊，见证人受害。有一项物件我互恁看 ，OK， 伫新约时代伫新约的时代啊，见证人是啥啊？耶稣，伊用3年半的时间啊，来见证上帝啊，来传讲上帝的道理啊。3年半了后，伊互犹太人干啊，拒绝啊，钉死伫12架顶啊。末世时代啊，的2位见证人，因同款用3年半的时间啊，来传福音啊，来做见证啊。然后3年半了后，伊互外邦人拒绝啊，甚至互这个敌基督干啊，按遐来拍死啊。所以咱看到做上帝的见证人无容易啊！你我其实咱皆是上帝的见证人。当然，咱感谢主啊！咱徛去伫菲律宾这个所在啊，也阁无受到这款的逼迫啊！咱也在最近啊，咱伫巴基斯坦啊的宣教士啊，伫缅甸的宣教士啊，因拄到真大的困难啊！因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所以叫做帮助咱啊，同款啊，有法通做见证啊，是做见证啊，所以啊，然后伊遮伫讲这个所在伫倒啦，伫第8节啊，因的尸首啊，倒伫大城的街顶面啊，这个大城按照灵意啊，是所多玛，是埃及啊，就是因的主顶12架所在。所以这个城是多少城？其实就是耶路撒冷，所以有真侪人也个是，所以等将来啊，耶路撒冷这个真重要的这个所在啊，这2个见证人啊，就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啊，按遐来做见证啊，所以这个是2个见证人的物件。刷落去啊，咱看到第7个河童要来测向啊，这个是对第14节开始啊，这个是对15节到19节啊，咱圣经咱来看第15节到19节啊。伊讲第7位的天使就分好啊，天顶就有大声音讲：世上的国成了我主甲主基督的国，伊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伫上帝面前坐伫家己位顶诶24位诶长老，就面伏伫地敬拜上帝讲：昔在今在诶主上帝，全能者，阮感谢你，因为你即将大权做王了，外邦发生气，你愤怒也临到了，审判世人诶时阵也到了。你诶仆人真先知，甲真圣徒，凡敬畏你名诶人，念大岁，伫上事诶时阵也到了。所以咱注意啊，真侪讲时阵也到了，时阵也到了。然后迄个败坏世界诶人诶时阵，敢若也是到了。第19节，当迄个时阵，上帝天顶诶殿就开了门，伫伊殿中就显出伊诶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弹、地震、大炮，大炮。所以这是讲到第7个号按遐来分啊。第7个号分的时阵啊，有几项代志发生啊。头一项有特性的宣告啊，有特性的宣告。伊宣告什么？伊讲世界的国成了我主甲主基督的国啊，我甲我主基督的国啊，伊要做王直到永远。讲到耶稣基督，伊得着伊的国度，按遐然后什么？伊要做王啊。第二啊，咱有讲到天顶啊的相赞的声音嘛，24位长老因乌罗的声音嘛。然后第三，咱看到天顶的殿的门干开了啊，这个是第19节啊。咱一个来看啊，咱赶紧来看。伊遮就讲到干嘛？世上的国成了我主甲主基督的国啊。世上的国啊，你若看英文啊，伊是讲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啊，毋是 kingdoms 啊。所以世界伊的国孤单一个呢，意思就是全世界啊，全世界啊是诚做主耶稣的国度。你记得咱的基督会，咱的主导文原主的国降临啊。所以伫第11章啊，就按遐来宣告讲这个国了。上帝的国也是基督的国降临了。现今这个世界的国度属伫啥啊？属伫魔鬼啊。所以咱看到有真多所在，拢什么不公不义啊的代志发生啊。咱看到邪恶的代志真多啊，甚至真多的苦难啊。有时阵咱讲，哎呀，这个要到发到第时啊，特别咯啊，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要来啊，伊的国度一到的时阵啊，就是有公义、有和平啊，然后各方面拢真好啊，真平安啊。咱看伫第11以赛亚书11章5到9节啊，讲也水啊。伊讲公义的确当做伊的腰带，信实也的确当做伊协议的带，豺狼的确甲绵羊同起啊，百甲山羊要同倒啊，小壮沙野要甲牛犊并在真肥的生竹啊，同群啊。细汉囡仔要切呢，所以拢总袂害咯啊，袂害来害去啊。牛的确甲熊啊，三甲食，牛犊的确甲小的熊啊，三甲倒咧啊。然后狮仔食甲食草甲牛一样啊。食年的囡仔的确要伫倒啦，伫毒蛇的洞口按遐来佚佗啊。大年的囡仔的确换手伫毒蛇的血顶啊，伫我圣山的边处啊，这一切拢拢袂害人，袂伤害，袂害命啊！因为日捌耶和华地势要充满遍地，好亲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咱看到当主耶稣的国度来的时阵啊，伫千禧年的国度内面啊，各项拢真平静，拢真平顺啊。然后圣经讲什么？即上帝的国，伊讲要成了世界的国，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国，成了啊！这个字唔是讲慢慢成，乃是忽然间成。但是这个成真趣味啊！伫原文的这个文学顶面啊，伊的文法顶面啊，伊是什么？伊是过去式的。咱讲将来
才要亲，才要正做上帝国啊，基督的国啊。但是伊写的时阵，还是讲迄间正做上帝国咯，耶稣基督的国啊。所以敢若真啊，迄间正做耶稣基督的国。其实你若按12章开始直直看，抑阁看无啊，就看到第19章的时阵啊，你那才看到讲耶稣基督啊要来啊，伊的国才要建立。所以11章到19章啊，抑阁8章的8章。但是啊，这个是一款的文化啊，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啊？这个预言啊，是的确的啊，的确会发生啊。所以当伊写的时阵啊，伊毋是写讲将来会发生，伊是写讲看咱村迄间过去咯，迄间发生了的时阵，互咱看到讲圣经所讲的预言啊，是敢咱讲是真确定会出现啊，就看咱村迄间有咯迄间有咯，所以咱感谢上帝。其实主耶稣正经也是安尼啊！你记得列撒罗伊过身的时阵，伊死伫坟墓内面啊。耶稣去的时阵啊，伊祈祷伊讲什么？我感谢你啊，因为你听了我的祈祷。虽然列撒罗也未出来咧啊，也未活咧啊，但是主耶稣讲都已经有咯啊！所以伊有一款的信心嘛，毋是一款的信心是讲，咱有看到讲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应允啊，是的确的啊，是的确的。我赶紧互人看一段的经文啊！这是伫但以理书34到35，咱再看就是讲但以理啊，伊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伊望起一个大象啊，讲到无双的什么巴比伦、罗马、波斯、马代、希腊、罗马的遮国度啊，然后伊讲伊骹是半土半铁啊。然后有一块大石啊，要按遐卸落来啊，要将这个半石、半土、半铁的骹，该弄碎啊。然后这块石头要变做真大，因为这个是什么？上帝的国度啊！所以伫遮就讲，迄间耶稣基督的国度就按遐来咯。然后咱看到最24位长老啊，伊的乌老内面啊，伊讲到3项啊，头一项就是主耶稣基督伊做王咯，伊掌权咯，然后主公义啊的审判要临到咯，甚至毋单外邦人啊，你18节讲到外邦人要受刑罚啊，然后第18节的路马段是讲迄个败坏世界的，这个是魔鬼相关也要受审判。然后伊又讲到敬畏耶和华的人啊，念大岁啊，拢得着赏赐。所以上主耶稣做王啊，伊要赏赐互啥啊？敬畏伊名的人啊，敬畏伊名的人啊。所以伫遮咱看到伫这个所在啊，因乌罗主耶稣，伊是征服者，伊是干啊？伊是大君王啊。你若记得伫第4章的时阵啊，启示录第4章、第5章啊，讲到天顶24位长老，因遐咧乌罗主耶稣的时阵啊，伊是乌罗，伊耶稣基督啊是创造者甲拯救者，但是到这所在啊，因乌罗是讲伊是征服者，伊是 conqueror， 然后伊是大的君王啊，伊是大的君王。然后伫第19节啊。咱就看到天顶的门眼啊，大开啊，是天顶的点就开了。因看到什么啊？内面有约柜啊，约柜啊，伫历代之下36章的时阵啊，当以色列人和巴比伦来攻破圣殿，所毁灭了后，这个约柜无法再看到了。但是将来啊，伊讲伫天顶啊，会看到这个约柜啊。虽然无伫第4章无提到约柜啊，但是上帝甲以色列人啊所立的约啊，有缘有伫地。所以伫罗马书11第9章、10章、11章啊，讲真清楚啊，讲上帝毋是袂记哩啦。伫将来这个约啊，原在有效啊。然后伫约柜内面啊，有法版啊，就是个10条诫啊，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标准啊。所以上帝干呐，将来要审判的时阵啊，也是按照这些律法啊，按照这个标准啊。然后圣经讲，随后啊就有闪电啊，有声音啊，有弹雷啊，有地震大炮啊，这表示什么？上帝的审判，要审判，要临到世界啊，怀外邦人啊，怀啊受去上帝的人啊，甲什么？甲魔鬼啊，上帝就伫遐要来刑罚伊啊。伫遮啊，我个啊，一分钟个讲一项物件啊。咱看伫第13节啊，你看第13节啊，讲啊到迄两个见证领袖抬了后，3日半的时间，因的信息互人看，然后3日半了后啊，就对上帝遐就有生气啊，就有活命的气力来啊，因国活，然后因升天啊，因就升天啊，因为伊听到有大声讲到我遮来，因就升天啊，伊的受敌也看去啊。你看第13节真趣味啊！伊讲正伫个时阵啊，地就大震动啊，就是大地动啊，城就倒塌了1/10啊。因为地动历死啊有7000人啊，其余的人拢干啊惊吓。你暂时会惊吓，看到人对死来讲啊，升天，然后个地动啊，因创啥？归荣耀互天顶的上帝。啊，这人是不是信主了？互因归荣耀互天顶的上帝。当然，这天顶的上帝就是咱所信的，会三位一体上帝。虽然伫遮讲因归荣耀互上帝，但是你若搁看落去个吼，这人啊无啥实得救，因的生命无改变。因伫惊吓的时阵啊，因就安尼讲我归荣耀互上帝，但是因真正无得到。求主帮助咱啊！伫世上啊有真侪人讲伊是信主，但是谁会知影？无人知啊！你迄个人家己知，上帝知影。有一日啊，上帝在隆重啊会显露出来。所以咱每一个人啊，咱就开记啊，对，咱就知影咱所信的是啥，咱就知影，咱毋是孤单嘴内面讲信，咱就深入到咱的心内面，影响到咱的一生啊。所以啊，伫遮就到了一段落啊。有法通讲3年半，头3年半过去啊，刷落去啊3年半会过来啊。所以伫第12、13章啊，咱就看到撒旦啊，伫地上啊，迄款的活动啊。其实第7个啊，分第7个号了后啊，刷落去啊，也阁有7个什么碗，7个碗的灾害，7个碗的灾害了后，主耶稣基督伊才会设立伊的国度啊。但是咱今仔咱就看到这个所在啊。